一般人都會話人生有4個必經階段，就係生老病死。但係其實有可能係生老冇病都會死，或者係生唔一定老，有病就要死，甚至有啲人一生落嚟就死啦。呢個正係講明人生無常，生命並非掌握喺我哋嘅手中，而係喺創造生命嘅神嘅手裏邊。原來有時我哋行下墳場都可以領略到人生嘅智慧，因為被埋葬喺嗰度嘅唔單止係一啲年長者，亦都有年幼者。不論係家財萬貫嘅，擁有名譽地位或者博學多才嘅，都係喺人嘅腳底之下。因此，原來最重要嘅唔係今生擁有啲乜嘢，而係要有神所賜嘅永遠盼望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凡願意悔改接受耶穌為救主嘅，就可以得到永生。